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到嘉南市通报讲，对10月初一开始做的各种流感疫苗，有一档出现变色的状况。目前共批疫苗各有108000档，拢总送去到台北市、嘉南市、桃园市、苗栗县、花莲县，也有台东县等等6个县市，目前全部拢先暂停使用。流感疫苗会当有效降低甲流感相关的大院甲死亡风险。不过，嘉南市通报户疾管署的这个各种流感疫苗变做薄黄色，外观也怪怪。不过是无接到主管公职配合的疫苗了，有什么不良反应？一支国光流感疫苗有变色的一个情形，那当下即保存没有提供给民众接种，而且也按照程序通报清查，发现说该卫生所其他同批号的疫苗并没有发现类似变色的一个状况。2018年也发生过赛诺菲流感疫苗变色的情形，在迄当阵就建立处理模式，虽暂停使用共配合的疫苗。这边疾管署通报食药署启动调查机制，查清楚异常的原因，了解是单一也是系统性问题。原来这边共配合疫苗大概有183000剂，配合6个县市使用，估计已经使用75000剂，剩的108000剂暂停使用。也已经通知我们有同样这个批号的疫苗的其他的6个县市来进行暂停使用的一个情形。那这6个县市分别是台北市、基隆市、桃园市、苗栗、台东以及花莲。公费流感疫苗自10月初一开始做，除了目前暂停使用的共配合183000剂的各种疫苗以外，还有大约2871000剂的各种疫苗。也有3383000剂其他4种抢牌疫苗会让互民众做。疾管署讲，民众唔免担心，公费流感疫苗也是继续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